请在咱后面的会友来使咱尽快的入座。今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咱要来点到第3支紫色蜡条。这蜡条代表宣告甲喜乐，宣告咱要宣告啥？咱要甲众人宣告，咱已经有一个主耶稣为咱来死，互咱对罪中得到讨伐的。咱其实是要确认耶稣就是迄位咱所听候救主。咱要以听甲喜乐心，有即时来感谢庆祝即个救主耶稣的降临的日子，是咱要请长老来念到台北市第3支主日的蜡条。恁着落摇花，伫众家人的会中、甲公会中，我要全心感谢摇花。摇花的所做真大，凡也欢喜伊所做的，拢要查考伊。伊所行的是尊贵威严，伊的义永永伫地。我要请赞美团来传人来活络。今天是代上节的第3个主日，我们要来宣告，我们要来大声的宣告。那我们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我们来宣告耶稣的名，因为我们宣告的时候就蛮有能力，宣告的时候仇敌就退散。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情，让我们用有信心的歌声来大声的宣告。是耶稣谁能保护？
的神蛮有能力，他已经战胜这一切，所以我们就能够有信心的来渴慕他，来亲近他，来相信他。我们用诗歌来回应我们对神的爱。使用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造就的创造天地的存在。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生8年出世，伊奋勇拼倒人来受苦，顶是第4摆造的母，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是专门的上帝大庭，伊要为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广大的教会，圣道的上方，最赦免，肉体复活，永远活命。阿门。谢谢。咱来交读经文，
天文伫古圣诗31篇的所在，天文，我来刻你来印。迄个我受痛苦的地，无可点的黑暗。天上的乌云下来，有来的我放假你必须着光。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去伫伊的光着因。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出世，有一个囝真可爱，伊要负担国政。伊名称做伊的护士，专程的上帝，永远伊的庇护和平的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天有强劲。就是太平的好做大地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他到永远。万岁了，我的心要查罪事。咱大家来祈祷。真正的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这个大感谢时，虽然天气冷，但是阮到你的殿宇，阮有热切的心。再祈求你亲自保守看顾，有礼能运行伫这个所在。阮通过你的话来知你的降生对阮的意义，来知你有宣告记录伫阮的所在，要平安常常甲阮三角齐备。最后，阮来伫遮要搁警醒来生活，等候你搁再来的时，主啊，阮会当伫你的面前会当徛会牢。主啊，祈求你亲自保守，为着阮的国家，为着阮的社会，为着阮的教会，阮也祈求你，阮的国家会当得到公义和平，阮的社会会得到和谐，阮的教会会有勇壮的心志来宣传你的福音。阮每一个人因为伫基督耶稣的内面，会当得到平安喜乐。主啊，阮伫遮将阮即个会完全交在你的手中。通过蔡长老的喙，主啊，互讲的、听的会当平平得到利益。阮伫遮感谢你，过来所记录的名。咱过来要请新华队来学老。我
上帝的话，记载伫以赛亚书9章6节，咱做伙来读吼。9章6节写。因为天下伟大的事情，有天下修出来，伊要有咱国境，伊的名真做医疗护士，我们的上帝，永远伊的白，可怜的阮。咱过来要请蔡经理来讲道服侍甲进来。你要平安？平安。照国际礼仪吼，现在先准备一下吼。照顾别人，是照顾家己，尤其是伫即个欢喜的日子，圣诞节就要来临，吼，就要来临的时阵，请咱甲咱的厝边隔壁讲一句平安。平安。用我的平安，好运平安，耶稣欢喜是真宣告喜乐的消息，咱就点到第3节啦条，第7条。后礼拜，咱要将所有来甲讲点到到日子，主要所有降临，我们要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多么美的一个日子！那我们是第3个代降节，第3个代降主日，在代降节里面，我们有看到宗教有一群非常可爱的人，年龄都比我还小一点点哈，因为我们同龄的，你看这群人有没有很可爱？有。这有没有很可爱？有很可爱，你看腼腆的笑，等一下我会给他们看一个，就是这笑容哈，那个很可爱的笑容。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教会，第一个礼拜是希望，第2个礼拜是信心，现在这个礼拜是喜乐，宣告喜乐。下个礼拜我们迎接耶稣基督的降临，是仁爱的降临。希望、信心、喜乐，在第3个礼拜里面，我们要用信心从头来。第1个礼拜，我们用希望来代降。希望，我们目前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很多的希望。有的人希望当总统，你知道在韩国最危险的职业是什么？总统。从今啊，你看韩国的总统，几乎历任的总统都被抓哎。当总统有什么好？各位说，不要想去当总统。虽然你经常到总统府去，不要去当总统。非常。让我们觉得非常可怕的职业。以色列人呢，很希望总统到来，也很希望弥赛亚到来，很希望救世主到来，很希望君王到来。可从马拉基开始400年，上帝没有出声音啊。到马拉基书最后只告诉他们说，弥赛亚会来，会先差遣以利亚来做先锋，做先言者，你没有等待。一等400年呢，我们说50年一个年代的话，要等8代，所以这几乎忘掉。可是每天都在盼望弥赛亚来，400年上帝都没有声音。然后终于我们等到了代降节，代降节是什么？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但代降第1次来，更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第2次会再来。第2次来的时候，真正要拯救我们。得到一个千禧年，一个平安的国度。政治鸡蛋的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最危险的职业在韩国。我们上个礼拜去韩国参加戒严，还好我们去今天一下就结束哈。那半夜你们看到没有？那个有一个那个韩文出来，我们大概半夜2、3点都会接到那个整个的，他们韩国是所有的手机，只要在韩国的手机都会接到这个信息。就像我们地震一样，就会接到那国家警报，我们看不懂啊，就想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又没有地震，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只要有接到这个就是地震嘛，没有地震，第2天又接到一通，那导播才说，韩国在戒严，台湾38年戒严呢，一听到戒严，哇不得了，哎呦戒严那时候我们在韩国的所有的旅游泡汤，然后说我们戒严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那是最短命的戒严，2个半小时其实是6个小时了就结束了，晚上戒严早上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照常去旅游，但是晚上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示威，所以这个戒严跟我们台湾其实有某种程度来讲也很像哈，台湾也是每闹，整个政治现在目前不是台湾那个，其实全世界里面都在闹，全世界里面的政治有人为的地方就在闹。
就让我想到说民攻打民攻都，国攻打国，必有灾难。末日是快到了，我不知道。人只在世间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世界里说他不知道，谁知道？不知道，上帝知道。什么时候在临？不知道。也许现在我们在礼拜的时候他就在临。在在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昨天那个最危险的职业又发生了。昨天有通过，昨天晚上通过韩国总统被弹劾的，第3位被弹劾的总统，很可怕的。他们说一弹劾的话立刻停止哦，不像我们还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他们没有，一天之内就弹劾，而且他们本来就通过可以抓总统的，他们只抓过2次。哦，这个职业实在是，为什么有人要当总统哦？你看到公安局不是任职多好吗？你看都不会被抓嘛，对不对？这当总统，好危险的一个职业。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在崇拜，其实我们待降节最重要的是等待主耶稣的降临。我们效法耶稣。那个一个叫刘山，老山公公，刘山，对，他很多人都听过嘛。刘山讲主，那个牧师全名叫刘小平。那么我们这个礼拜有跟讲，就是他们在有一个聚餐之中在提到刘小平在美国在讲启示录，启示录不好讲，因为很多的东西我们都现在都还不明了。但是他讲的话，他在台湾也受到很大的排斥，因为他讲的话都讲得太实在了。他就讲说，你们不必都崇拜牧师，牧师也是人，也会犯错，但是你们要鼓励，要替牧师祷告。所以刘三又讲一句话，他现在台湾听到一句话说，我们要效仿什么？效仿韩国那个赵雍基的教会，你看多几10万人呢，所以他是效法赵雍基。我们台南也有几间教会在效法赵雍基，可是刘三就很客气的讲，刘小平就说我们要效法的是基督，不是效法个人。所以记住我们在礼拜效法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学习上帝的款式，而不是学习个人。我们对个人是学习他们侍奉主的样式，而不是崇拜个人。个人没有崇拜，崇拜个人变成什么？另外一个角度，崇拜个人变成拜偶像。上帝是忌邪的，不要崇拜个人。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看到希望，这个就是希望。我在今年里面，其实我今年受到的折磨最多，我不否认。如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说我今年真的是很多的事情让我觉得很痛苦。可是我每次到教会来，我就是很喜乐，就是希望啊。这是什么希望？我们所看到的千生兄钱其昌，他来受洗。然后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个许爸爸，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燕子姐来受洗。这是我们教会的希望。我甚至今天早上他们说，我们可能年底还有一个好消息哟。各位拭目以待啊，年底还会有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好多人来受洗，每个受洗的人对我来讲，功名利禄算什么？你受了折磨算什么？有人受洗对我来讲就最高兴的，阿门。我甚至在想说，明年如果说每一天好了，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都有人来受洗，多好啊！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我就不必再讲了，多好，有人来受洗。有人来受洗，比你讲到多少篇，比你做了多少件事更美好啊！因为有人来受洗，多美好的一件事情！我看为我们中间教会哦，天堂最近很热闹，现在要准备那个喇叭，准备那个乐器，有人来受洗，哇，开始要道教，所以天堂现在很忙哎。为了中间教会，天堂现在很忙，我们也很高兴嘛，对不对？他们越忙，我们越高兴。很多人来受洗是很美的。刚才我们就练了那么一段的经节，这个经节我们刚才没有练。那么这经节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们刚才启用文就有练到。更重要的是这一节经节，一起来用华语，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正确必当在他的天上，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又在父，和平的君。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来做礼拜，多庄严、多神圣、多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来朝见上帝，跟亲近主亲近，是多美好的事情。我们每一次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心里常也感受得到。我们每次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为朝天兄祷告，为新荣兄祷告，为玉荣姐祷告，为彩云姐祷告，为千美姐祷告的时候，就更重要的，我们也为我们这些年老的姐妹们祷告啊。不管是我们要去美国的，我们的姚忠雄长老啦，我们港尼哈，陈长老娘啊，郑长老娘，我们还有我们的最end头的华语应该说英俊嘛哈。英俊的那个林牧师祷告，我们都为这些人祷告。为什么？我们希望，我已经一再强调，我希望我在的时间不要有任何的告别式的进行。我希望每个人，拢像台语所讲的，身体健康，事事圆通，那个福禄在手，宗教必须也各口吃百年。这是有时候我是注释的时候经常在讲啊。你希望每个人身体都非常健康。你们说没有，我们在天堂很美好啊，我就赶快死掉好了，没有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天上的国度是我们在天堂里面，我们每个家、每个教会、每个地方都是天堂。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我们的天堂。我们今天用施洗约翰来贯穿整个的，从希望、从信心、从人喜乐，我们贯穿这三个在代降节三个主日里面，第二个是我们用施洗约翰来去贯穿它。施洗约翰是什么？要用信心代降。施洗约翰的妈妈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她没有儿子啊，她去礼拜堂祷告在哭啊，上帝呀、送给我儿子，在以色列那时候的观念。没有生产儿子是被看不起的，不像我一样我觉得生产女儿才是应该觉得高兴的，不好意思要对这些生儿子的人家你不要嫉妒人家你不要羡慕我还是觉得生女儿比较好不好意思，因为我女儿比较宝贝。但那个时代没有生儿子，没有生儿女的事，很遭人家唾弃，尤其儿子。他说在哭上帝说我会赐给你儿子，他说怎么可能？就像那个亚伯拉罕的太太一样，上帝说赐给你儿子，怎么可能？年纪都大了，所以用这个也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太太可能去读学读字，我太太在读学，在后面在后面，Hello， 我明天努力看看。如果我明天有生产的话，那个有人要开古回来。不管如何，对上帝永远抱着信心。他跟上帝求什么？你只要给我一个儿子，我就将他赐给你。何等大的喜悦呢？你给我儿子，珍贵不珍贵？非常珍贵。可是我将他献给你，献不简单当时我儿子要去念神学的时候，我们也挣扎了很多，因为他的学术地位，他在学术界里面慢慢在有名，可是他放弃学术来永远在牧会，可是上帝有他的旨意也不能讲太多了，他在男神的待遇真的是不太好，因为男神以前有一个医生去练男神，也被糟蹋得很厉害，你们来跟我们抢职业的感觉，只要程度很高的，叫博士去练的，只要是某种程度很高的训练，男生大概都台南神学院、北生堂都不会，台湾神学院不会。好，不是我批判，求上帝怜悯。相对的，我们用信心代降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那么显赫的一个家世耶稣还要叫他表哥呢，家世非常显赫妈妈是什么？是祭司你们现在接着说当牧师没有什么大不了，当祭司没有什么大不了，别忘记在以色列的时代，
它是个宗教立国，就像在伊朗一样。伊朗的总统不伟大，伊朗最伟大的是什么？他们宗教的领袖才是伟大。施洗约翰的爸爸是什么？是祭司哎，他的妈妈是什么？是亚伦的后代哎。什么是亚伦？摩西的哥哥，他的后代都是永远在圣殿侍奉，到至圣所里面当大祭司哎。这个家世显赫的一个家世，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他诞生的小孩，竟然上帝给他到哪一个地方去？要到旷野。旷野里面去什么放牛呢？在那边灵修，吃蜂蜜、野蜜，吃我们所讲的像骆驼毛当黄毛，它是野蜜，吃什么？是蝗虫。心肝宝贝呢？就像现在我们的时间，我发觉到我越老时间越不够，因为我们只要下班就会。我们那个宝贝小迷你就会过来，那个小迷你你们都知道，那小迷你就是无尾，那个澳洲无尾熊那个变化过来的，看到我就一定连在我身上。我不管什么时候就连在我身上就对了啦，反正是一天到晚就连在我身上。就像今天我看到我加勒大哥来哦，我看到加勒大哥很高兴，因为，他要叫我大哥，他叫他阿昼要叫阿昼，我们两个同龄，不管怎么说，那这个一个什么甜蜜的负担呢？我们就看到他养的越微胖胖，越来越高兴，看他越来越长大，我们也很高兴啊。所以相对的，他来的时候，他穿的是什么？是骆驼。为什么穿骆驼衣服？他也就简单讲，他穿野兽的衣服，他就在野外里面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吃就吃什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施洗约是在哪边生活？旷野啊。旷野是什么地方的概念？没汤家啊，什么东西都不好啊，是一个最贫困的地方啊。他在那边生活是什么？让他的心完全沉静，没有外界物质的享受，完全的沉静。然后他吃什么？吃蝗虫，吃野蜜。各位知道不知道？那个顾客教会本来来台南神学院有一棵树，那棵树叫什么名字呢？叫做蝗虫野蜜树。蝗虫野蜜是树的名字哦。现在各个教会要建堂，那天听他们讲哦，我也笑一笑。他们建堂要多少钱呢？我们不是7500说我们那个购买礼拜堂很多钱吗？对不对？他们建堂现在准备花1亿8千万。那天我还跟他笑，我说你觉得1亿8千万花的我吗？看你设计图这个样子，搞不好要2亿以上。没关系啊，都上帝的教会啊。我用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佩服他们。上帝的教会，上帝自己就像，我就举一个例子，基督教会，完全没有钱的基督教会，现在已经建完堂了，7、8千万盖一个礼拜堂。如果各位有空，经过基隆去基督教会看一下，基督最美丽的教堂，好大，好漂亮。蝗虫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是施洗约翰，他在旷野里面，理论上来讲，我是一个很显赫的家世。我也可以当祭司，我可以当社会上很受人崇拜的法利赛人，我可以当这个社会上的精英。可是我们所看到的他是什么？他甚至在旷野里面等他时机成熟，他出来是呼吁大家说：天国记得你们要悔改哦，然后很多人去施洗。他做什么？做主耶稣基督的先锋部队，做弥赛亚的先锋部队。这多美丽的情操啊！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在侍奉，其实是默默的侍奉，那才是真的是伟大。我经常讲，不举别的，就像那个会计啊，每天都躲在那边，说在等我们礼拜完之后，在这边查经，在这边我们在这边教育的时候，他们是躲在那边算账。上面组织学没有人看到。我们很多主学老师真的是非常棒，不得了的主学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好。他们为了这些小孩，可能只有1个、只有2个、3个、4个，没关系，5个、6个，他们用他们的心来教导他们，让他们那个福音的种子种在他们里面。这就是我们应该学的啊！所以我们应该谦卑看待兴旺跟衰微。中学教育如果要复兴，一个很重要的
谦卑，完全遵守神的意。我们中间教会要兴旺，真的最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人得到福音，让每一个人得救，让每一个人得到永生。所以施洗约讲一句话，这句话真的是每一次我心里很难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我说我有什么好 complain 的？我有什么好埋怨的？我有什么好忧虑？我有什么好挂虑的？因为他讲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是指耶稣啊。我为他差遣来的这个耶稣必兴旺啊，我必衰微啊。一个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信徒一大堆。现在如果信徒一大堆的话，大家就你看我多厉害！你看我牧养的这个教会，你看1000个人做礼拜，2000个人做礼拜，你看我多伟大？没有信徒是好几万个人，然后他跟他们讲说，我只是替他来开路啊，弥赛亚要来，我只是做一个开路先锋啊，他必兴旺，那个弥赛亚必兴旺，我会衰微啊。有个人自己讲，他地位很高，然后告诉你们说，你们呢不要把我捧得很高啊，我就会衰微，我会没有用在20年，我在这边当教会走，我爸爸走了40年，就我们父子里面算一算，我们经过的教会，就概括的教会，只有一间饮水教会没有重开而已。目前那个建筑基金还在，问题是越来越少。其他教会也没有，但是最起码望里教会、伦南教会、七主教会，那众生教会如果算一个的话，最起码还有古林教会，我们有几间教会都重建好漂亮，那是神的殿，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能不能每一个人心里要想，我们卑微，让神兴旺，让主耶稣兴旺，我们卑微啊。什么叫谦卑的等待？再有一个那个安养中心，有一个中年的妇人，中老年的妇人，她有一点失智症，还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就把他送到这个算是养老院虽然他年纪还不是那么大，这在台湾也经常发生啊，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就去美国，之后刚开始有联络，之后人就不见了。我希望我们教会不要发生这个事情拜托拜托。你把他送到养老院，刚开始第1年去看他，第2年去看他，第3年人都不见了，连钱也不见了。他送的是养老院，他的儿子在美国，虽然很有成就，可是已经不再看他了，连钱也都没有缴，所以他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很孤单。就是有一个跟他同年龄的中年人，就每天会去陪伴他，陪他聊天，陪他吃饭，买东西给他。对他觉得这个人非常好，经常问他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可是你看起来有点眼熟我以前见过你吗？我以前看过你吗？他笑一笑，他说：“我就是很喜欢跟你在一起。”他就在那边每天服侍他，慢慢的，他精神慢慢恢复，他回想到以前的一些事情。他终于回想到以前的事情，有一天，他突然抓住他的手，说：“哎呀，你就是阿用啊嘛！”他的初恋他们国小2个就在一起，到初中的时候，他们2个恋爱之后，高中他们就分开，然后各奔东西，男婚女嫁。说这个女的，生了小孩，先生死掉，以后小孩就把她送到养老院，他就。你在用啊？你认出来了虽然我们年纪都已经老了，结果40-50年了，我们都老了。可是你是在用啊？你呢？我说我太太也过世了，然后我们没有生小孩，所以我全心来照顾你。我就抓住他的手，他讲一句话：我等了这么久，这么多年。这段时间，这些志工就是他初恋的情人。我在想，他握着他的手说：“我这辈子都不会把你的手放开的。”在座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还在，你
也许他在天国，可是如果他还在的话，记得牵着他的手，不要放开，会这样好不好？不要放开，不要放开呀、这不是肉麻嘛，这是我们基本的道理呀、文光听到没有？哎，我们刚才太关了，真太好了。不管如何，真的是我们记得手放开。就像如果提到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残酷的打击。除了我爸爸妈妈以外，我一个非常尊敬的姨丈，退休3个月就不见了。当时他本来要去台东看我，结果我刚好回来台南，8·8风灾，就没再见他们。所以我心里都会想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不珍惜我们在看到的这些时间呢、今天晚上姚长老请我们吃饭，我不喜欢应酬，可是我非常喜欢今天晚上的吃饭。每天都吃饭都没关系，好不好？就大家都去，有时间都去，为什么？家人聚餐是多快乐的事情哎，那不是应酬哎，家人聚餐就是快乐。那是多美的事情！在我们替姚长老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去美国？那个好冷哎，也记得哈，带围巾的带厚一点，穿厚一点。就像我们去韩国，还跟我们讲会下雪，所以我们穿了一大堆衣服。到韩国才知道说太阳很大。不管如何，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今天来讲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礼拜。第3个代降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用喜乐代降。各位告诉我，喜乐跟快乐有什么不同？喜乐跟快乐有什么不同？你看圣经所讲的都是喜乐哦。圣经没有讲快乐，有讲的快乐跟喜乐是完全不同意。圣经所讲的大部分都是喜乐，喜乐不是 joy， 快乐是 happy。有人说你快乐吗？有一天我想用这个做主题来跟各位分享啊，我们都觉得我们要每天活得很快乐，唱 KTV 也很快乐啊，喝酒也很快乐啊，打麻将也很快乐，打麻将赢钱更快乐啊。可是那快乐是什么？是一种短暂，是一个状态而已啊。喜乐是从内心的，你知道谁最喜乐？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最后讲的那句话表示他非常喜乐，长了，我们有时候遭遇很大的挫折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内心要什么？要喜乐啊！就像主耶稣用一个比喻讲说，有100只羊，其中有一只走失了，他为了这只羊什么？翻山越岭，不怕任何的辛苦去找这只羊，所以来受洗，对教会来讲。就是找到那个迷羊，那个是最快乐的事情，是圣经所讲最快乐的事。比我们讲了一大堆什么好听的故事，比讲了一大堆比喻，比讲了多美丽的讲道，都比一个人来受洗。受洗是最快乐、最值得我们期待的事情。所以是约翰的呼吁哦，有时候想一想哈，人家传道多简单呐、我们每个礼拜都要为了准备讲道，要准备的从礼拜准备到礼拜7。可他讲到都讲什么？天国近了，你没有悔改。如果能够讲到这个样子，我们每个礼拜就来讲半个小时。天国近了，你没有悔改，你就阿妹。天国近了，你没有悔改，阿妹。天国近了，你没有悔改，阿妹。那我们就来喊半个小时，好不好？那相对的，那个时代是非常缺乏的时代。不一样的时代，400年上帝没有声音，对他们来讲，只要天国，就听到天国的消息，对他们讲就振奋了。天国近了，你没有悔改，这么一句话，你看结果得到什么结果？好多人来受洗，好多人来信主，好多人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洗呀、他洗是用水的洗，主耶稣来是加上圣灵，用圣灵的洗加上去。不但他们呢，那很多的法利赛人都来受洗，还有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哦，不相信主耶稣，法利赛人也不相信主耶稣，甚至破坏主耶稣哦。这些人
在当时我们经常说法利赛人好像是不好的名称，其实法利赛人在以色列那个时代，在犹太国那个时代，法利赛人是好人呢。就像现在我们在讲牧师一样的，我不是讲穆斯林啊，我在讲的是牧师。我们现在讲牧师，其实我们现在在讲说叫显牧师威哈，很像牧师，其实那个不是很赞美的言语，很像牧师，其实那个反而不是赞美的言语。那个时代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施洗约翰说：“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啊，有好几个万人在约旦河受洗耶，连主耶稣基督也去洗礼耶，那是多么美的事情！什么叫喜乐？你不发现这个人喜乐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么我们那个许淑谦长老特别化妆，有没有化妆的很漂亮？许长老今天有来嘛？我记得有来啊。你们化妆的很漂亮，你看他化妆特别漂亮，来参加司礼，你看这么多人，这个戏就是很快乐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还有一个什么事情？燕慈姐，她来受洗耶，心理上觉得很感动。她来受洗特别讲说：“哎呦，梅丽姐带我来教会啊，那个某某这带我来教会，他们这些好多姐妹都带我来教会，她都觉得很高兴。结果梅丽姐看到她来受洗，就跑去美国哈。你看广播界哦，背着一个那个手在痛，他也跑出来受洗，他家人都来，他家人还没受洗，可是我们相信他会来受洗，因为他要跟他的妈妈以后在天国相聚。我们所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这哦，你手在痛，那天出来，我跟他讲，我说好痛，我要先回去，他的手还在痛，可是他出来为什么？这么美丽的事情，他总要参加嘛。我们还看到一个什么？许爸爸来受洗，他又写字给牧师，可是没有写，他也写给我了，他写给牧师很漂亮。然后我们受洗看到好多一个最美丽的画面，再来看一次，再来看一次，注意看啊，把眼睛放在这里，注意看，这个画面美不美？好美的一个画面。如果我来受洗的话，我不是这个画面而已，我就是抱这个样子不动，就像那个接杀，有没有婚礼接杀？接完杀以后再来做什么动作？受洗就是你生命的重生，这个很美丽呀。我今天以为陈先生不会来，因为他说第一个到，今天比较晚到，对不对？他说8点半就出门了。你们几点到教会？他是8点半出门的。虽然我们嘉乐大哥也是很早就出门，对不对？嘉乐大哥，你几点出门？是他也要很早出门，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为了到教会，你像以前公安拿教会、刚子林教会要到奇欧教会做礼拜，要从翻山越岭，要礼拜六就出门，然后翻一座山到迄今的奇欧教会，做礼拜的心可切。所以我们今天敬拜赞美团唱最后一首歌是“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渴慕如鹿渴慕溪水”，那是诗篇42篇第1章第1节所讲。如鹿渴慕溪水，最后一节讲是什么？我的心渴慕到圣殿敬拜，因为圣殿当时他们没办法到那边敬拜，这是一个多美丽的事情。我们所看的施洗约翰的所宣道虽然短讲，才让我讲了啰里啰嗦，讲了一大堆。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从心里面，我们要转向上帝。所以马拉基书最后一节讲说，我们的心转向上帝，上帝的心转向子女。我们的民法要修正啊，修正什么？父母没有惩戒权。这个对我爸爸来讲，可能有位同学跟我讲说，怎么可能这个样子？我们从小都被我爸爸妈妈打到大，可是我们很爱他们。我现在没有惩戒权哦，年轻的爸爸妈妈，我们家的大哥都很打，现在都不能打了，只是用劝的。相对的，我们接受洗礼，上帝赦免所有的罪。你说我又没有罪，我来洗礼是因为我要认同这个教会，我们都有罪，我更有罪。我
非常大的罪，我非常罪魁中的罪魁，我非常的有罪。所以我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说用感谢，其实我祷告第一件事情是认罪。而且犯了很多的错误，很多的罪，你们表现看我光鲜亮丽，其实我是罪人啊，我有很多的罪呀、我不对呀、我也会嫉妒，也会批评，也会说别人不对，也会心理上很愤怒。因为那天我还跟这个在开玩笑，我说一个男神奉献主，其实我从这几十年来，我们家对男生的奉献主都奉献很多。可是我说我今年不奉献，明年我不奉献，奉献给这些老师来照到这些学生做什么？但相对这个也不对呀、可是心理上我还是会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约翰的洗礼是为了悔改的人行洗礼，他要让人相信再来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相信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必透过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所领受的洗是什么？圣灵的洗。我们用水洗，那是一个象征，是圣灵的洗充满在你的身上。所以最后一节马拉基书里面特别讲说，在耶和华到未到之前，我被差遣什么？差遣以利亚先知先到你们去做什么？让他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现在为什么对我们家那个5岁的澳洲乌尾熊，为什么这么疼爱？现在他连着你，对不对？你以为他初中就会连着你啊？初中说跟阿公去哪里好不好？我才不要，我跟同学都有约。到高中，连理你都不理你，你跟阿公去参加一个什么会？初中还会跟你讲2句，到高中就这样看着你，头就转过去了。到大学哦，你连问他啊，他看到你要开口他就走了。今天我们小孩会跟你们谢谢你们呢，他会跟着爸爸妈妈来。因为有的很多小孩哦，一到初中以后，真的就不理父母了。他等到他当父母的时候，才知道说，哇，原来当父母这么不容易。我们人生就在 cycle， 就在循环。开始说父母多伟大，然后慢慢父母不伟大，到后面才知道父母很伟大。可是马拉基书告诉我们，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弥赛亚快来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弥赛亚来了。要来之前，我先差遣以利亚做先知，传什么悔改的福音，让你们悔改，让你们悔改，让你们做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才是一个家庭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聚餐，快乐不快乐？快乐，高兴不高兴？高兴，而且是喜悦，从心里的喜悦。因为跟家人聚餐，说真的，吃路边摊的那个牛肉面都好，很好吃。我这辈子发票没有中过奖。上个礼拜突然，上礼拜突然接到一封通知，说我缴的电费中奖，我以为那是诈骗电话，所以我叫秘书去查，真的呢，中500块。这辈子我发票没有中过奖，我说赶快把我们那一区刚好四个那个监委跟助理，三巧湖先预告啊，9天三巧湖169块牛肉面，现在是109块，赶快去买牛肉面哇！大家吃牛肉面，他说今天突然蔡某某突然想要吃牛肉面，他说发票中奖，中奖500块就很高兴，可是。中奖的500块，同时也去缴了1张罚单，因为下交流道我没有打方向，就被罚3000块。不管怎么样，就是快乐嘛，反正中奖就是从心里的喜乐嘛，就中奖。上帝也一样哎，一只浪子回头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那个浪子是做尽坏事，把家产都分了。这么不好的人。结果他回来，他每天父亲在那巴巴看着他，然后回来，虽然身体伤，他也能拥抱着他，把衣服脱下来给他，把戒指摘下来给他，不如他们把最肥的羊去宰了。上帝希望是每个人回到他的家中啊！你在外面可能流浪很久，可是只要你回到家中，就是上帝最喜欢的。最后，
一个公车司机，非常的英俊潇洒，你看有没有很英俊潇洒？可是哦，公车司机在乡下的公车司机一上车，就会有一个女孩子，年轻又漂亮的女孩子，就会坐在这个公车司机的旁边，他两个就叽噜嘟嘟，叽噜嘟嘟，叽噜嘟嘟，哦，那些后边的欧尼上、欧巴桑哦，觉得这像什么话？一边开车一边有一个女孩子跟他在叽噜嘟嘟、叽噜嘟嘟、叽噜嘟嘟，看不下去啦。把肉麻当有趣，你们两个开公车，怎么开公车在谈恋爱？哇，整个人就很不舒服，终于有个和尚受不了了，站起来，哎，你是公车司机呢？那个刚好车子停站，那个女孩子下去的，那个公车在停的时候，那个和尚说，哎，不要开车，你是公车司机呢？你上来就跟一个女孩子叽噜嘟在讲话，不顾虑我们的感受，搞不好他其实都不理他的，不顾虑我们的感受，像话吗？可以这样吗？公车司机站起来跟大家对不起，我们家不好，我开公车是从早上要开到晚上，那时候没有劳基法。我从早上要开到晚上，我太太早上我要去卖早餐，下午要去工厂当女工，也晚上才回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讲话，所以他每次要去卖早餐，坐车子要出村庄的时候，就坐在我旁边。那我跟他说，那是你太太，是我太太。我们一天之中只有这段时间可以讲话，所以对不起打扰大家。大家听到后人说，不要对不起，继续讲，有你继续讲，讲得越大声越好，继续讲。那个女孩子不知道，第二天那个女子上来，她的先生跟她讲说，有人昨天在complain我们两个人讲话太亲密了，他们两个就小声的讲。可是整个后面的人居然讲，大声讲，啊！大家心里整个公司充满着什么喜乐啊！看他们两个在一起就快乐，然后让他们叫他们大声讲，我们两个不敢讲，这叫喜乐。喜乐是什么？存在内心呢。有一天，你会发觉到，你跟耶稣在一起讲悄悄话是很喜乐的，讲悄悄话是很喜乐的。有一首歌我们唱过，叫《眼光》，这是我们要唱的台语，先听一次，把那个台歌子下一个。气息虽然花，痴心幽怨你也相信。暗暝虽然孤长，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远山虽然危险，若有细心就通爬到山顶。看你有没有细心。路途虽然遥远，若有细心就通爬到天的那边，咱来就去那边。
你们前面会遇到很多的选择困难，很多你没办法排除的苦难，但是你要记住，无云的背后是阳光，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够爬到山顶。黑暗虽然长，可是黎明总是会到。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因为上帝的心看见希望，所以你的心里要有眼光。每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记住，上帝会让你有希望。你要有交托，你要有盼望，因为你的心里要有眼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降生来拯救、救赎我们，让我们看见那个喜乐。我们从信心希望我们看见喜乐，我们迎接主你的降临。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亲近主什么都不怕，心里充满着喜乐平安。虽然外界有很多的风浪，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平安。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了，咱请发这个祝祷。上帝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愿主要所给的稳定、天父上帝听堂圣一个相通，甲恁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罗所阿门。阿门。即礼拜迄个罗马书的部分是迄个第2章的后半段到第4章吼。啊，我简单报告，就是讲第2章伊是讲着，就是讲咧讲着迄个犹太人的问题啦吼，就是讲伊警告下犹太人讲，不要自以为那个你是上帝的选民，啊，你是比外邦人优秀吼。伊讲其实无啦吼，因为迄个其实。犹太人因为伊批评犹太人讲恁家己守律法，但是恁无生活无活出迄个上帝的公义吼，啊，所以上帝的名为恁受到迄个受到被亏损这样子，啊，所以伊第1章、第2章伊就外邦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他都有。点出一些问题啦。那第3章它就有一个平衡，它就伊个讲着上帝的公义，啊上帝公义迄个金句的部分，就是我家己看是第3章21节、22节，伊遐讲用上帝的义吼，就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吼，伊对犹太人是迄个用律法来迄个。显出迄个迄个上帝义，但是迄个外邦人他是那个义是刻在心里的，那所以上帝的义是是给所有的人哦，就是并没有差别。那犹太人虽然是迄个选民，但是迄个犹太人伊做者该拢迄个失信于神。但是神并没有失信于他们。那再来就是说那上帝的救赎呢，就是这个义是要给所有的人嘛。那所以这个救赎其实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是那个一贯的哦，都没有改变。就是说神就是人要跟神有那个再次有合一的关系。那个有和好，那你就是要悔改，然后，在旧约的时候，你就是要献祭，然后寻求那个赦免。那但是因为新约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那个一次而且永久的那个有效的这个赎罪祭。那所以你
相信耶稣以后，这个公义就要算在你的生命里面。那这个就是延伸到第四章讲到那个这个第四章就讲到那个算那个保罗用到那个算，他算亚伯拉罕的义，那个算，他那个意思是说，上帝把那个义就是有点类似转账就是说，他上帝的义他从他的户头的义转账到我们每个人的义我们每个人的户头里面，就你如果相信的话，这个义就会算在你的头上。那个在第四章的部分就是讲到那个犹太人保罗是用那个自问自答，就是说因为他自己也是犹太人嘛，那犹太人一定会那个不服气，他说咱若信耶稣就好，安尼阮以前修遐个律法，就是说拢无一块好安尼规矩就废掉了，不要守了。那保罗说其实不是问题不在律法，问题在人，因为律法其实是显明神的义，但是人的软弱是他做不到，所以才会有这个耶稣基督在那个神又预备更好的一个这样子的因信称义那这个因信称义其实他那个就是说在犹太人他会说那个用他们祖先亚伯拉罕来当例，就反驳反驳说那亚伯拉罕他也是，就说那个就是说他是那个做了很多上帝教他做的事，所以他是因行为称义。那保罗说不是，那因为他做这些事之前，他就已经先相信了所以他也是这个因信称义是这个信是先于行为的，是在那个行为之前。那大概是这样那第5章之后就是会开始讲到那个这因为我们跟神有合一的关系，那所以会开始讲到那个在生活上的一些我们要怎么样来有一些心态的那个论述。那这是我们下礼拜再来说，谢谢。报告的部分咱看13点的时，那个接纳迄个庄敬之先生徐王朝上院士节个人分为传委员。过来拜六的时有即个伫暗时7点到8点有举办黑森林历险游记即个戏剧请大家来参加那伫礼拜日的时，过来礼拜日有咱的赞美礼拜嘛，邀请咱的灌溉站的遮个所有的兄弟来参加过来第5点就是即个教会今仔日下晡5点半伫龙内廖天乐曹天乐有讲过，廖天乐邀请咱去来聚餐过来其他咱家己来看其他家己来看若有迄个编辑何为修者所以遮个小会是中级会伊个各部各团体会当伫12月29号前提供资料给艺文姐妹咱会当用这个来。后礼拜核心的进度是伫罗马书5章到8章的所在，以上报告。过来咱来听平安礼咱请圣乐队来唱祝福的歌以前我对迄养老意见咱是搞做有2项代志伫遐补充报告。即个拜六，过来拜六咱会记对7点到8点，咱有遮个社青来迎接来庆祝圣诞节，这是足好的物件。请咱邀请厝边隔壁的人拢总来。礼拜日、礼拜中到嘛，咱有咱的社区的关怀站的人要来献诗。请咱邀请咱的所有的亲朋好友来，然后我们中午在4楼我们也有爱餐。
偌济人来拢不要紧，无通食吼，既然叫好，讲伊拢无食了紧，吼，所以讲恁愈济人来愈好，吼，多谢你，哎。平安，上面来交杯，平安哦。